香港青少年發展聯會成立於2007年4月1號，秉承鼓勵青少年立志成才奮鬥嘅宗旨。香港青少年發展聯會成立嘅宗旨就係希望提供機會同埋環境，鼓勵年青人立志，培養佢哋成才。本會屬下嘅18區青少年發展協會由區內熱心人士組成，於全港策劃多元化又有益身心嘅活動，服務青少年。2009年，本會獲香港賽馬會慈善信託基金撥款捐助，創立德育發展中心，為學校及機構提供合適場所，積極推展青少年德育培訓。2012年，本會更獲得民政事務總署伙伴倡自強社區協作計劃嘅資助，成立社會企業青進項目策劃公司 Y Power， 為有志參與活動策劃及統籌嘅年青人提供就業及培訓機會。2019年，本會為咗培育青年人推己及人嘅信念，成立青少年委員會，凝聚過往參與聯會活動嘅青年人，將青少年發展事務薪火相傳落去。2023年，本會再次獲得民政事務總署伙伴倡自強社區協作計劃嘅資助，成立第2間社會企業青藝製作 Y Studio， 為有志參與拍攝製作嘅青年人提供就業及培訓機會。大家一齊回顧一下香港青少年發展聯會所籌劃嘅其中一啲精彩活動啦。希望大家都可以繼續支持青少年發展工作。